弟兄姊妹平安，今日係4月28號，世界大事睇真啲。今日嘅題目咧係方濟各去咗啦，一大堆問題咧就要嚟。方濟各咧走咗之後咧，一大堆嘅問題，咩問題咧？就係好多預言咧，特別聖馬拉奇預言咧，話佢係最後一屆嘅教皇，係唔係咧？唔知啦。咁我哋睇落去先知咯。其實就有一大堆問題嚟緊嘅。第一個問題係咩咧？佢去咗之後邊個嚟咧？每一次教皇或者教宗去世咧，係一件好大嘅事，世界大事嚟嘅。4月21號咧，教宗突然去世咧，因為2025年咧係天主教嘅聖年。咩叫聖年咧？聖年咧係1300年嘅時候咧，教會就舉辦咗第一屆嘅聖年。以前咧100年先舉辦一次。後來咧改50年，而家咧就改到25年。點解咧？因為啲教皇好老啊，好多都冇機會去做聖年嘅儀式，所以咧越改越短。咁聖年係咩嚟咧？鼓勵啲天主教徒朝聖。咁2025年咧就啱係天主教嘅聖年。教宗咧亦都係喺復活節嗰個星期咧係天主教最重要嘅一個聖週，所以呢個聖週之後咧就去咗啦。第一時間咧 check 教皇係咪真係死咗啦？咁因為喺歷史裏邊咧試過咧，佢哋以為教皇死咗，其實教皇冇死到，咁後尾又復活。今次咧一定要揾一個人咧第三方，咁咧就去好小心 check 教皇係咪真係死咗咯。check 咗死咗之後咧，就係要喺佢手上咧，除咗隻戒指出嚟咧，敲爛嗰隻戒指，叫漁夫戒指。每一任嘅教皇咧都會戴上一隻。彼得係漁夫啊嘛，咁耶穌呼召佢咧，我要你得人如得魚。彼得同耶穌嘅一個協議嚟嘅。呢一個戒指被鑿咗之後咧，其實講嗰個時代過去，全球主義喺方濟各離去之後咧完結啦，佢嘅時代完結。你知唔知同一時間同一日啊，有一個好重要嘅人物都宣告退場。全球兩個最重要嘅全球主義嘅旗手，一個係方濟各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克勞斯史瓦士，突然咧同一日宣布辭職，係同一日宣布退場。第二日咧佢就宣布被查啦，因為佢財務問題啊、道德問題啊咁啊，所以咧呢兩個人咧宣布同一日退場。世界經濟論壇都退場，即係佢係創辦人。意思咧，全球化嘅新時代已告一段落啦。點解咁重要？所以佢嘅退場同教皇嘅離去咧，其實好有關聯嘅。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方濟各離去之後咧，就邊個做阿哥？天主教嘅過渡期咧，美國樞機主教被任代理教宗。喺歷史裏邊咧，選教皇咧係好大件事，係咪？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喺度盯住咯。所以咧，教皇去咗之後咧，咁啊就開始5月7號開始選啦。5月7號開始選，歷來選教宗都係好激烈嘅派系鬥爭。教宗咧唔單係教會領袖，亦都係世界政治領袖啦。要經過新一輪嘅投票，一次又一次，早上2次，下午2次。OK， 有人話1次。所有投票人咧就被關喺呢一個 Sister Chapel 上面啦。佢唯一嘅工作每日就係投票啫。佢哋係唔可以彼此交談，不單止咧，佢哋唔可以同外界聯絡。因為喺歷史裏邊咧，選教皇有一次咧，選咗2年都選唔到出嚟，選咗2年都選唔到出嚟。1268年嘅時候，教皇克雷芒4世去世之後咧，一直係咁投票啊，投咗2年都投唔到，咁所以咧搞到梵蒂岡嗰個市長咧，不如減咗佢哋啲食物啦，因為佢哋做嘅嘢就係投票啊嘛，日日3餐，仲好好招待。哇，2年喎，100幾人，仲有佢後邊嗰啲隨從啊、保鏢啊，哇，一大群人喺嗰度食住2年咧，佢哋覺得唔掂，呢個經濟垮台，所以咧就慢慢減佢哋嘅食用啊，唔敢即刻減晒。對我覺得就不如禁食祈禱啊，40日內啊一定選出嚟啊，仲係選唔到出嚟喎。
佢哋就拆咗個天花板，嗰個教堂嘅天花板，日曬雨淋，叫佢哋快啲搞掂啦，投票啦。咁佢嘅理由咧就話等聖靈容易啲落去啦，俾嗰啲人投票投得容易啲咯。後來咧就改咗啦，嗰啲改法咧都幾好嘅。頭3日與會者咧就正常供應食物，以後嘅5天如果仲冇結果咧，就逐步降低食物嘅標準。到咗第9日咧，就只剩低食麵包、飲清水啦。選舉方式咧，每7輪投票就休息一次，滿33輪嘅投票啦。佢話耶穌33歲受難啊嘛，所以滿咗33次投票都投唔成咧，咁就點咧？就選最高嗰2位，就2個是但投一個。教皇可以提紅衣主教啊嘛，任命紅衣主教，所以咧佢10幾年來咧係咁選各地嘅紅衣主教，開明啲嘅。今次嘅選舉咧係分2大派，一派咧係保守派，一派咧係開明派。10幾年前佢之上任咧係好奇特㗎，點解咧？因為奧巴馬嗰個時代啊嘛，咁嗰個時代咧上一任教皇咧本篤16世咧就要處理神職人員性侵害啲細路哥嘅事情咧，搞到好頭大。咁所以咧，美國咧特別奧巴馬咧，我哋唔知道啊，即係可能佢俾咗好多壓力佢啊，即係要佢接受同性婚姻啦，佢唔肯啊，呢樣佢保守派啊嘛，咁所以咧就用呢招，佢話你唔接受同性婚姻咧，或者我就用你哋神職人員去搞細路哥性侵害細路哥嘅事情咧，告到天主教破產。所以咧，哇！佢投降啦，咁所以咧喺歷來未試過教皇終身制噶嘛，佢都未死啊，就話我宣布離任啊，所以呢一任嘅方濟各先上任啫嘛。所謂嘅卸任嗰個教皇啊，日日就着住個白袍咧，就喺梵蒂岡走來走去。咁嗰啲人話，佢係教皇，因為我係新教皇咧，搞到咧即係梵蒂岡裏邊好似有2個教皇，其實即係話佢唔係真係想走嘅咯，係佢被逼退任嘅咯。咁所以呢任嘅教皇咧離去啦，咁咧就而家新派同保守派咧到底會選幾多年，我唔知咯嚇，會唔會冇？我已經相信應該唔會有2年咁耐啦嚇。所以總之咧，邊個繼任梵蒂岡嘅教宗咧係有一個絕對嘅權力。教皇嘅權力除咗佢有12億嘅信徒可以掌管之外咧，即係教宗有私人銀行嘅，而呢個宗教嘅私人銀行咧係全世界唔可以 touch 嘅，佢唔公開嘅，原來比瑞士嗰啲銀行咧仲要機密㗎，所以咧好多有錢佬咧喺嗰度洗黑錢咧都唔奇嘅。咁所以咧，除咗錢財權力之外，人嘅權力之外咧，仲有梵蒂岡地下咧有一個秘密檔案室。呢個檔案室咧有1200年歷史啊，裏邊咧有85公里長嘅書架，世界第一手嘅文獻咧最有價值。咁所以咧，佢係從唐朝一路到而家嘅第一手文獻，嗰啲書卷幾有價值。但係最重要嘅，佢哋話咧喺嗰個牀下低有一啲嘢咧係唔講得嘅，包括時光機。咁係唔係又唔知啦。所以呢次嘅教宗就話我時間唔多啦，唔知係咪只睇到自己時間唔多啦，即係喺個時光機度睇到自己幾時死啦。所以咧好好安排啦。用西敏寺大主教嘅話，今次嘅大熱門有幾個，但係咧可能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咧，有一啲叫人跌眼鏡嘅方面出現。咁係乜嘢咧？黑人做教宗咧，會唔會係東方人做教宗咧？都講唔埋嘅喎。歐洲主導教皇之後咧，可能而家嘅教皇咧會或者南美洲咧，或會唔會係亞洲咧？會唔會係非洲咧？咁因為從信徒嘅分配咧，天主教嘅分配咧，就知道咧會有可能嘅。咁幾個大熱門咧，我想提一提嘅，匈牙利嘅布達佩斯大主教咧，呢個顯一個機會啦。72歲法學家彼得艾爾多樞機主教，因為佢所在嘅地方咧係天主教人口好多嘅，80% 係天主教人口，所以咧佢支持佢做教宗嘅機率咧好高嘅。另外咧，剛果共和國嘅金沙大主教
佛里多林安邦哥紅衣主教咧，亦都好有機會勝出。點解咧？因為咧佢咧喺馬達加斯加教會做主席嘅時候咧，帶領天主教咧一齊拒絕梵蒂岡喺2023年發布嘅宣言啊！因為嗰個宣言咧係鼓勵各地天主教神父同同性戀人婚姻祝福嘅一個方針。所以咧佢算係保守派嘅大將嚟嘅。咁加上佢係黑人啦，咁你知道黑人佔優勢嘅。咁另外樞機主教梵蒂岡嘅教會秘書長馬利奧格雷奇樞機主教咧68歲，佢都係一個佛學家，對教會運作好熟悉，咁所以咧支持者稱佢咧帶領教會嘅一個優勢。耶爾巴提斯塔皮扎巴拉樞機咧好有機會嘅，因為咧佢喺中東加沙衝突嘅時候咧，佢去訪問過加沙，佢好有啲機會。咁另外菲律賓嘅紅衣主教咧路易斯塔格萊咧，而家67歲啫。佢路易斯塔格萊主教咧，佢好似能夠承繼方濟各嘅思維嘅，因為佢被稱為東方，因為佢係要接納 LGBT 同性戀婚姻嘅。特別一提嘅咧係魁北克，即係加拿大魁北克樞機主教，佢有人話佢係大熱門，不過我都覺得佢唔會嘅，因為佢點解咧？佢喺哥倫比亞做宣教士嘅時候咧，控告佢同性侵，佢就唔肯承認啦，但係佢辭咗職喎，舊年先至復職啫，因為佢話教會查過佢冇不當嘅行為。咁但係呢個陰影咧，會唔會其他人投佢票咧？咁啊唔知啦。到底誰係下一任嘅教宗咧？會唔會係冇教宗咧？我最想嘅梗係耶穌基督翻嚟正式做教宗啦！呢個係我哋基督徒最渴望嘅，耶穌基督自己再翻嚟。大家唔好忘記哥林多後書11章13到15節，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詭詐，裝作基督使徒嘅模樣。這係不足為怪，因為連撒旦都裝作光明嘅天使啦，所以咧佢嘅差役裝作仁義嘅差役也不算稀奇啊！佢哋嘅結果必照着佢哋所行顯露。到底呢啲宗教最高權力嘅領導人即係使徒，聖經明講有假使徒嘅喎，行事詭詐，而且行得好好嘅，好似好鼓勵大家行善。最終佢嘅背後係乜都唔知喎，所以有時真係要見到主面先知道邊個係真嘅，邊個係假嘅。大家拭目以待啊！到底呢個新嘅領導人會唔會出現？幾時出現一個點嘅出嚟咧？我再講，我最希望係耶穌基督出嚟嘅，祝福大家。